你好，我哋又見面啦。響節目開始之前，記得按訂閱、點讚、留言、分享，你哋嘅支持係我做片嘅最大動力。大家好，歡迎睇我節目。今日我們要介紹 OpenWrt，佢係一個開源嘅固件項目，目標係為各種路由器同埋嵌入式設備提供強大嘅網絡功能。接下來，讓我們一齊深入了解 OpenWrt。OpenWrt 有幾樣顯著嘅特點，你可以根據自己嘅需求安裝各種功能，例如安裝 VPN 功能。你可以通過路由器嘅管理界面配置 VPN 功能。OpenWrt 會不斷優化，以支持更高嘅網絡速度同埋更低嘅延遲。通過 OpenWrt VPN 嵌入路由器，可以突破地域限制，用戶可以連接到位於不同地區嘅 VPN 伺服器，從而繞過這些地域限制，訪問原本無法訪問嘅地域。將 VPN 安裝喺 OpenWrt 路由器上，亦可以為整個家庭網絡提供額外嘅安全保護。所有連接到該路由器嘅設備都將自動通過 VPN 連接到互聯網，無需喺每台設備上單獨配置 VPN。今日嘅視頻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你覺得有啲收穫，唔好吝嗇你嘅點讚、留言我。仲要記得訂閱埋我嘅頻道，同埋幫手分享出去，讓更多嘅朋友知道呢個有趣嘅世界。下次見啦，拜拜。